大家好，一場突如其來嘅中東戰火，令到全球嘅資金陷入一個好瘋狂嘅大逃亡啊！成個市場喺短短幾日之內大上大落啊！呢一股恐慌嘅情緒冇停留喺華爾街，而係其實係直接衝擊埋我哋澳洲嘅街頭啊！各大油站連夜咁樣湧現一個搶油嘅車龍，無鉛汽油嘅價格更加係一口氣暴力咁樣衝破咗2蚊澳紙嘅境界線啦！隨住國際油價一度狂飆突破$100呢個大關呢，澳洲嘅股市 ASX200喺短短幾日之內就被血洗啦，超過1300億嘅澳紙市值呢就被灰飛煙滅。但係就係喺啱啱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間發出20倍火力嘅強硬通牒，並且預告戰爭好快完結。呢一番說話呢，簡直係震散咗呢一個炒作嘅情緒啊！國際油價戲劇性咁樣急插10%。咁喺呢一種大起大落嘅咁極端嘅恐慌底下呢，全世界都喺度搶油啊！咁按照傳統嘅劇本啦，大媽大戶應該係瘋狂咁樣搶黃金咁樣保命啊！但係奇怪嘅事又發生咗啦，呢個避險之王黃金偏偏就喺呢一個最需要佢嘅時候出現咗戲劇性嘅暴跌喎。喺3月初嘅戰爭恐慌達到頂峰嘅時候呢，因為市場預期極端嘅油價係會引發惡性嘅通脹啊，咁就會迫使央行放棄減息，而且進一步加息添啊，令到唔會產生利息嘅黃金呢，俾華爾街無情咁樣拋售喎。現貨金價單日重挫近6%，白銀更加恐怖，暴跌近12%。呢個咁反常嘅現象引發咗一個終極嘅懸念啊，就係既然股市又唔掂得，黃金白銀又跌喎，咁呢一啲錢啊喺市場上面恐慌咁樣逃出，咁數以千計嘅龐大資金究竟流向邊度呢？喺物價狂飆、息口高企嘅年代，所有經濟學嘅教科書都話俾你聽，樓市就嚟冧啦。但係呢一場戰爭係咪真係會將澳洲嘅房地產推向深淵呢？今日我哋會用歷史嘅鐵證同埋最冷酷嘅財富邏輯，為大家拆解呢個隨時令你哋傾家蕩產嘅投資思維。